随着地方政府积极的推动归仁高铁特区，前一阵嘛因为山景outlet的开幕，吸引着各所在大量的民众前来朝圣，希望当借此带动当地观光。归仁区长魏文贵嘛，带着大家做伙来到沙仑里的书房景点，对着区长的脚步，做伙来看卖当地彩绘艺术。我们现在大家看到背后这个墙面彩绘，可以说是目前全台是最高最大的彩绘哈。那坐落的地点在沙仑里，大家耳熟能详的沙仑台铁站，还有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是一个现在正在起飞发展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区域。那同时呢，我们特别在沙仑里这里呢，它是一个人口不到1000人的一个非常淳朴的一个农村哈。那为了营造我们的一个淳朴农村的亮点，能够跟我们绿能科学城来相互辉映所以我们特别在里长用心的一个脑力激荡下，那再经由公所来媒合我们艺术家，也是陈艺术家哈，就是说我们台南的艺术家来进行彩绘啦哈。彩绘艺术的地点就伫咧沙仑里内的平安宫边啊。这摆彩绘艺术是透过甲专业的艺术家合作，用短短时间就画出非常生动活泼的作品。其中可以当看到查某囡仔对节目嘛代表着归仁地区发展的特别意义。垫脚尖最后一个积木完成，象征着我们绿能科学城的建设一一到位。那除了这样以外，左边的小女孩望向我们木棉花哈，咱高铁有黄绿红这个活动啦哈。那特别是红的部分代表木棉花，有一整排将近超过500棵的木棉花，也是高铁一个特色。那从小女孩从低处望向天空，除了木棉花，也有所谓的一个彩虹，象征着我们可以看见台南的未来。最近因为outlet的开幕，进一步让当地增加真侪人潮。而且透过归仁区长的介绍，如果有来归仁区的民众，欢迎来到彩绘壁头前做伙来打卡翕相。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